中东战争，澳洲提高警觉，英国、法国是派航空母舰甲驱逐舰去地中海加强戒备。中东战争影响飞机航班，今仔日总算有头一只阿联酋航空对杜拜机场下晡飞倒来咱的桃园机场。家己订货张起果，今仔日所发生公安事故，有工人在检查迎宾门的时，手骨去互夹断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大家真关注的世界棒球经典赛，明仔就要正式起稿啊！咱明仔中昼11点对战澳洲队。先发投手，咱是要派即马伫咧日本职棒两银鹰拍球的徐若曦对战澳洲北去拍美国大联盟的投手 Alex Wells。咱的总教练张浩古是强调讲，头一战真重要，希望会当赢球带动规个团队的气势。这回有赛，咱是连续拍4天，明仔对战澳洲，接落来3日是分别对战日本、捷克甲韩国。除有赛前2名晋级，咱这回为咱的选手加油，前进洛杉矶。正式比赛前，唯一的官班练习日，中华队把握时间练习，拍过真侪届国际赛。顶一届经典赛 A 组 MVP 张玉成，头一届来东京巨蛋比赛。伊讲人工草皮比台北大巨蛋较顶，天棚是白色的，顶悬2拍顶不加干扰手臂。它会影响到我们高飞球的视线，那希望我眼睛不要离开那颗球这样子，所以就是尽量去专注。像几个投手是可能昨天才前2天才报道，那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我们全力就是跟投手达到最好的默契。现场地培养卡斗打，3届担任队长的单杰贤讲，虽然伫外国的选手较慢入队，不过大家企图心拢真强，气氛真好。伊阁讲，这届的上垒手势是回个讲到心理老师讲的，希望队友手牵手，心连做伙。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小岛，那人口也不多，那能够出来跟世界的好手对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希望我们透着心连在一起，然后手牵着在一起，然后团结一心的感觉，然后去面对这种强大的赛事。中华队预赛第一场将对上澳洲队，澳洲队在上一届的经典赛打败韩国，闯进8强，实力也不容小觑。澳洲队是有大联盟经验的左投 Alex Wells 先发，中华队先发的投手是徐若曦。在以往他在整个大赛上面，他的一个在首战的时候，他出战的时候，他是最能够掌控整场的一个节奏的选手。不止对我一个人来讲说，这个比赛很重要，那就是知道这个比赛很重要，我觉得就要更让自己放松心情一点，才不会丢起来或是打起来会绑手绑脚。徐若曦是准备上好投手，而且因为打头一场原来有好成绩，唔知打这个重打。总教练詹浩库嘛讲，首战都是决战。当然，首战就是决战。我们知道第一战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需要赢一场球，让我们的整个团队气氛，然后整个气势整个拉上来。那也希望球员们能够尽情的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这场比赛的第一场是关键，单杰贤加詹浩库拢毋望会当个团结一心，为台湾摕到胜利。公司记者林晓慧、沈志明东京报道。中东的战争也搁咧炭烧，伊朗的战争头一天，因的领袖就死亡。即阵因是选出新的领导人，是这新政领袖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美国总统川普顶一日就捌表示讲，若是伊朗的新领导人是对美国无友善的人，是上海状况。目前确实就是行到这个坎站。也若是甲美国联手发动攻势，以色列今仔日是宣布毁掉一个伊朗首都图卡蒂的核武总部。不过，以色列迄边嘛是面临双头小的情形。以色列是向北边的黎巴嫩发动空袭，嘛已经派出地面部队，要毁掉哈马斯甲真主党的盟友伊斯兰集团的总部。
美国甲以色列发动的苏西诺会甲险化西港的行动，造成伊朗至少787个人死亡。以色列境内有超过10个人互飞弹拍到来过身。第三，以色列发布一段影片，讲因攻击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以色列伫声明当中，佮表示，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毁掉大约300个伊朗的飞弹发射器。另外，一打去年6月12日战争了后，风偷偷刷起首都德黑兰地下核武器总部，也互以色列毁掉。 לפני מספר שעות, צה"ל תקף והשמיד את מפקדת הגרעין החשאית מין זדאי. כעת ניתן לראות על המסך את המפקדה, ממוקמת בחלקה מתחת לאדמה בעיר טהרן. 根据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简报，以色列已经强迫控制规个伊朗的空域，因为这款的空中优势，互以色列通监控伊朗地面所有的活动。因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减弱伊朗的军力，互伊朗袂当阁发展核武器甲飞弹，袂阁有恐怖基础设施。 黎巴嫩也进一步加入这场中东战争。以色列除了向黎南派部队，也针对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顿的伊斯兰集团总部发动空袭报复。这个集团是哈马斯甲真主党的盟友。规工落来，黎南大量的民众逃出家园，一旦看到车灯甲车路塌家甜甜甜。مشينا الساعة 3 بالليل. ولوين رايحين؟ بعد مش عارفين. 伊朗上悬的领袖哈米尼甲数10位高官方表示了后，伊朗方面当积极安排接班人。根据路透社引用伊朗的媒体报道，伫德黑兰以南控制的专家会议大楼已经防空袭几栋乌有去。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引用消息人士发布上新的消息，证实讲，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压力之下，专家会议已经做伙推选哈米尼的第2个后生穆吉塔巴接伊朗的上悬领袖。56岁穆吉塔巴甲革命卫队的关系真好，并且以坚定支持老爸哈米尼硬斗的保守主义路线来出名。半岛电视台报道，之前川普已经表示，那伊朗接班人是另外一位对美国无友善的人，安尼会是上害的状况。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中东战争，欧洲提高警觉，法国总统马克龙派航空母舰打击群去地中海，确保航运的安全。英国嘛宣布要伫咧地中海部署驱逐舰，提升阻挡无人机的能力。另外，西班牙是拒绝予美军使用因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 Trump 就表示讲，要全面切断甲西班牙的贸易。一只搁一只的战机起飞，英国伫塞浦路斯的阿克洛迪瑞基地战机陆续起飞，去到中东执行防卫任务。受到基地伫初一包括无人机攻击的影响，英国 F-35战机伫当地初3透早伫约旦的空中，甲几只越境的无人机拍落来。另外嘛宣布讲，会向基地来派一只驱逐舰和2只会当侦测无人机的直升机，提升甲无人机砸落来的能力。即嘛中东的战火持续扩大，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当地初3嘛举行电视演讲，表示已经下令协动力第56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对波罗的海去地中海，确保海上航运的安全，嘛强化国内的安全戒备。En plus des moyens déjà présents, des Rafales, des systèmes de défense antiaérienne et de radars aéroportés ont été déployés ces dernières heures. 伫演讲内面，马克龙是批评伊朗投入发展核计划，搁支援黎巴嫩和也门的恐怖组织和伊拉克。搁伫1月伊朗国内的示威潮的时阵，下令对家己的公民来开火。伫和伊朗的谈判无进展之下，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发起军事行动，并不符合国际法，法国无法度认同。但历史要为着压迫人民的逃跑手来哀悼。伫美国对伊朗发动全面攻击的时阵，嘛向各国征求借伫中东的基地。虽然英国进前已经答应要借，但是西班牙拒绝予美国使用南部的罗塔和无良军事基地来执行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予美国总统川普真不满，甲15架军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对西班牙基地撤离。佮公开批评西班牙的态度真歹，已经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I could tomorrow stop, or today even better, stop ever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Spain. All business having to do with Spain have the right to stop it. 德国总理梅尔茨认为，讲西班牙是欧盟的成员国，欧盟和美国的关税谈判只会当整体来进行，无法度单独来针对西班牙。法律的专家认为，讲要实施贸易禁运的条件真严，美国必须宣布西班牙对美国构成无正常而且重大威胁的国家紧急状态。但目前西班牙拒绝正反认定对美国的国安构成严重威胁。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中东战争影响飞机航班，今仔日总算有头一只阿联酋航空对杜拜的机场下晡飞转来到桃园。
不过，因为这卡达的机场是还未开放，有20外个调伫咧卡达的台湾人做自救会，找旅行社包车去800公里外沙烏地阿拉伯，希望是当对遐赶紧倒来台湾。先客官大包小包行李落飞机，每人手里拢有机场公司准备的小礼物，代表平安返厝的捧告书。中东舰会影响隶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家关联空，为2月28舰到达，3月7日头一台阿联酋航空客机飞到台湾，下晡3点58分飞到通机场。其实有点不太可思议，因为其实就是过去3天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一直狂看，就是到底会不会飞，然后每班都取消，很忐忑的，心情真的有点紧张。天上就有砰砰砰3声，我吓了一跳。班机拢总载旅客501人，其中本国籍旅客275人，外国籍旅客226人，含专机82人。接机现场原来有真感动人的场面，妈妈一个看到查某囝都指责袂调，一直流目屎。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平安就好。我有看到那个飞弹，就是应该是无人机，然后地对空的那个飞弹打上去之后，它爆炸，然后还有那个冲击波。亲目看到飞弹哪在画面，也有落来碎片，真侪旅客回想当时的情形，也有心惊惊。然后接机家属伫看到后生了后，心肝内就骨才放落来，满面笑容，甲后生闪条条。终于回来了，有没有很担心儿子回不来？会啊，会，当然是会担心了。他回来，我跟妈妈就很放心啦。你当父母，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感受。不过，因为卡达的机场也是无开放，真侪台湾人调伫卡达真一天，因为求助外国单位回答讲，敢会当暂等，已经有20外个台湾人家己组自救会，决定协顺旅行社包车离开卡达。今天卡达又飞弹又在那边蹦蹦蹦，所以一堆人要包车去别的国家，然后坐飞机看可不可以回去台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空隙有限度开放，外交部建议，因为短期商务旅行调伫当地的国人，会当利用后续复航的商业航班回国。另外，目前阿联大公国甲邻国的阿曼边界无关起来，咱国驻杜拜办事处会当协助有意要离开阿联大公国的国人，经过陆路前往阿曼，互国人为阿曼家己坐商业航班回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东是石油甲天然气的大产地，这阵战争就影响到全世界的能源价格。测试布兰特原油期货是冲到14个月以来上介悬的，如果咱国内后礼拜油价有可能会去1块以上，有学者就警告讲，恐惊物价嘛会规个扭起来。中东的战争继续烧，国际油价起势嘛无要停。在布兰特原油测3创2005年1月以来上悬的收盘水准了后，到测试下晡，布兰特原油期货开盘是82.02美金，盘中上悬到84.24美金，创14个月新悬。国内油价嘛敢若要起，虽然中油强调讲汽油有阿联上低价来消透降价冲击，不过各界关注油价带动民生物资起价可能。另外，虽然讲这个油含迄个油无同，不过，国内老牌的食品油大厂嘛，公布红点出讲，对2月底到3月初出现股价大起的情形。乌俄战争它影响的说葵花油嘛，葵花油它没有也没有说涨到说很波动很大，1成就差不多了啊。沙油最近应该是没有了。食品业者解释讲，实体食用油敢要起价，和原料的波动上有关系。即卖实体通路还未观察到起价的现象，不过学者是警告讲，假使战争的时间久长，民生和经济都有可能大受到冲击。能源因为它在那个生产消费都要用到，所以它的影响就会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油跟电而已。很多产品的生产一旦是它的能源成本大幅上升，那也会影响到这些产品最后的价格。现在伊测试召开物价稳定小组会议，讨论敢要延长关键原物料税负检定，无定期来稽查涉及故意囤货，互物价起来，还是联合起价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押去美国接受审判，已经满2个月。委内瑞拉国内有大型的示威，要求美国要把马杜罗放出来。这阵上新的消息是，马杜罗本地3月17要开庭，这阵延后到3月26。
未来瑞拉的民众初三举行2场大型的示威活动，一场是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攻击，另外一场是伫首都卡拉卡斯要求美国随甲方逮捕满2个月的前总统马杜罗翁仔某放回来。马杜罗因后生现任国会议员格雷拉嘛告场声援。Y yo les juro que yo ese día, 3 de enero, yo a las 4:30 de la mañana, yo pensé que mi papá lo habían matado. Porque no aparecía, Dios no ampare, lo pensé.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初3发动叫做是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美军伫差不多2点钟20分内完成任务，直接进入卡拉卡斯，把马杜罗和因某对房间内带走。马杜罗翁仔某刷落来，随行押送去纽约。1月初5伫曼哈顿联邦法院第一摆出庭，而且讲家己是红绑票的战俘，佮强调家己同款是合法的总统。马杜罗要面对包括毒品、恐怖主义、遭受高军等4大罪名。de nuestr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Maduro y de su esposa Silvia Flores, el pueblo venezolano seguimos aquí en la calle exigiendo justicia, exigiéndole al imperio yanqui asesino que nos devuelvan a Maduro, porque ya se comprobó que él es inocente. 马杜罗的案件即摆搁伫咧二审的阶段，辩护律师2月底向美国法官提出撤案的请求，理由是美方的逮捕行动违反国际法和主权原则，嘛控诉美方阻挡未来瑞拉政府替马杜罗来纳法律的咨询费用，造成伊必须面对一条真大条的私人诉讼的开支。马杜罗本底是3月17会搁一摆来出庭，但是因为不明原因已经延后到3月26。另外，得到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未来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伊发布影片表示讲，为了重建民主和选举制度，伊会伫短期内回来到未来瑞拉。今年58岁的马查多，即马人是伫美国。即马未来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要求伊爱回答谁来支持美国对美国采取逮捕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来看咱国内早暗台南南西发生规模5个地震，气象署研判是去年嘉义大埔地震的地震尾。另外，天气方面，未来这礼拜是有3阵东北季风要来的反应。今仔日透早玉山的气象站有小可落雪，晚到搁落尾1点钟，做回来看。初四透早玉山落3个雪，玉山的北方盖一层薄雪，袂输敢若搬一领白色的外衫，现场结冰、树挂，敢若云白世界。温度计水气饱，玉山伫早起11点50，搁再落雪，而且落1点钟。不过温度无够低，雪一条一涂加就扬起，暂时无积雪。拜四将会是24节气里面的佳日，表示大地若降春雷了，当天昆明中的万不拢会收起，不过天气无稳定。今明2天的话，还是会有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在各地的云量上都是比较偏多，而且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这个情况出现。不过预计从明天开始，水气上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那预计到了礼拜5之后的话，就会回复成是以迎风面的一个降雨为主。自3月初6开始有3波冷空气的连续来，气象署讲强度拢无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北部、东半部温度明显降落来，有一寡所在有低降坡。一那嘉南地区最近地震尾无停，台南南西区初3暗7点52发生规模5.0的地震，深度5.9公里。展文、北河、南西、县化上大震度拢有到4级。这个区域的地震数量来看的话，目前还是有比以前的背景值多，还是多一些，所以我们目前研判，大埔地震的余震还没有结束，但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缓。地震接报中心讲，这边地震是去年2月2日嘉义大埔6.4地震的地震尾，到即马总共规模4到5级的地震尾有63遍，规模5到6的有12遍。整体地震尾已经慢慢回归到背景值，不过又有可能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民众要做好防震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咧嘉义昨6月起过，不过今仔日煞是发生公安事故。有一个工人咧检查迎宾门的时，手煞去互业条咧手骨断去。不过这个工人嘛，因为无戴安全帽，检查进前无甲机器禁起来，违法上当要罚30万。工人手卡伫迎宾大门内着急等待救援。今年的台湾灯会初3元宵节则拄伫嘉义6月顶开，这是早起就传出公安意外。
工人听到哀叫，根据了解，主田区超滨移界迎宾门，因为车衫显示面板出现故障，工人计讲坐高空作业车去检修的时阵，因为显示面板春秋装置复位，地书倒手夹到，好亲像骨折。将人员到场了后，用破坏器材才互夹40分的工人脱困。现场高空作业，手部夹伤，消防人员立即运用救助器材破坏，协助伤者脱困。伤者一名男性，年约58岁，意识清楚，左前臂受伤，给予相关救护处置后，送往长庚医院救治。工人无伫安全帽作业前嘛无停止机械运作，地书发生意外，既然署认定已经违反职安相关法规，会依法开罚。他没有让劳工戴用安全帽、安全带，作业前也没有停止机械的运转，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相关的规定。南区治安中心会派员去检查，也会依法来处分3到30万。工人互人扛起的软桥送医，官方署表示，工人的伤势伫病院检查，会持续掌握伤者的状况，也请厂商全面检视相关时间甲操作流程，会确保后续的作业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早起，渔民伫咧花莲的中德外海发现一只15.4米的海鸥死亡，目前判断可能是长秋海鸥，或者是大春海鸥，等待明仔破白厘清。众人做伙白扫啊，头甲尾白好颜，出动2台卡图机，再甲海鸥扭上花。海鸥的腹肚拢膨起来，流真侪血水。海保署派人到场，海巡同步戒备牛封锁线。接到渔民的通报，伫烟仔站内发现海鸥。定置网是第一次看到它浮起来，然后我们渔工看到。就通知我们老板。为空中翕落来，一旦看到大只海鸥浮伫海面，烟仔专业者驶渔船甲伊游来岸边。海岸边已经有真侪人准备好各项工具刷落处理。除了内部的通报之外，也立即回报了海保署第9工作站。那接下来死亡多日的鲸鱼，目前已经拖拉上岸。这只死去海鸥初步量测长度有15.4公尺，测试早起9点伫花莲中德外海，互渔民收网时阵发现的。目前判断是秋鲸类的大型海鸥，应该是长秋海鸥，还是大春海鸥，可能性较悬。不过爱搁做 DNA 鉴定查清楚。应该是大春鲸或者是长须鲸这两种物种，但是确切是哪一种，可能还要等到详细的解剖。那花莲政府预计会同意那个移转这个处置权给海保署。他目前这个体长不是小朋友的长度，有确定他不是近期死亡，因为他看起来比较腐败一点，但是个体还算是完整。无论长秋海鸥还是大春海鸥，拢属保育类物种，伫台湾较罕见。下一步会由中华鲸豚协会就外观分析，是毋是气候网啊甜着，是毋是有外伤，所来初步就会就病理解剖，为品种年纪也甲死亡原因，会当有更详细了解。记者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想要爱隔离来这个岛，但别人为着展现因保卫主权的决心，国家银行发行的新硬角是特别甲隔离兰岛甲法罗群岛的象征，北极熊也有山羊的多样放大。但美国家银行的首席出达展示新发行的5种无同款的银角为1克朗、2克朗到20克朗，特别是10甲20克朗并且新银角正面是国王弗瑞里德克10世雕像，反面是新设计的风格徽章，象征格陵兰的北极熊甲法罗群岛的代表山羊，伫受分界图内底占岛边下骹正面顶悬的2个位。Altså, vi valgte jo at bruge det nye kongevåben på de nye mønter, primært som følge af, at det er den her relevans til den siddende regent. Men vi synes jo også, det er fint, at når nu det er mønter, der også bruges i hele rigsfællesskabet, altså både på Færøerne og i Grønland, så synes vi også, det er rigtig fint, at der ved at bruge kongevåbenet også er kommet motiver, der er direkte knyttet til de 2 områder på de nye mønter. 但美女王玛格丽特2世2014年家己退位，交予王储弗瑞里德克去年初方式公布的新版徽章，都故意放大羊甲北极熊的图案。迄时中国界解读是为强调对2大离岛的主权。Det er rigtigt. På den tredje firkant her, der er det grønlandske våbenskjold på. Det er faktisk ikke første gang, der er grønlandske motiver på de danske mønter. Det var der også på de mønter med dronning Margrethe II. Og hendes kongevåben havde også det grønlandske motiv på sig, dog knyttet sammen med det færøske.
Da kongehuset etablerede et nyt kongevåben, besluttede man sig for at dele det i to, så Færøerne fik en selvstændig plads, og Grønland fik en selvstændig plads. 美國總統川普電回北京了後，佢用中國 Russia 軍事威脅做理由，想要吞南北格陵蘭島自治區。雖然即馬美國南北格陵蘭三邊就北極航線戰略要地展開新嘅會談，危機暫時解除。不過，南北當局依然透過新嘅健康嘅導向，展現應對領土主權甲歷史嘅堅持。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感謝您收看今仔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